各位好，歡迎收睇今個星期嘅天主教報紙摘要。我係 Aaron， 你睇緊嘅係 LMAP 頻道宗教台。睇睇今個星期嘅詳細新聞內容。每年嘅8月2號係方濟會小兄弟會嘅天使之母、天使之聖瑪利亞嘅堂慶日，而今年呢亦都係主題為悔改補贖，彰顯主愛。而今年呢，香港方濟會開放位於太子嘅維立大廈、窩打老道方濟會院同慈雲山嘅聖文德堂，鼓勵教友懷住克己同補贖嘅心，去到各地點朝聖，領受大赦嘅恩寵。多活動，除咗集體祈禱同導賞活動，方濟會亦都早前製作咗報母方中朝聖者護照內容，向參加者講述聖方濟嘅生平事蹟，介紹方濟靈修嘅精神，邀請佢哋從中反省自身，效法聖人，並加深對天主嘅愛。呢個會為紀念聖方濟逝世800週年及慶祝聖方濟特殊禧年，推出報母方中朝聖者護照靈修指引手冊，鼓勵教友反思聖人嘅事蹟，並收集與默想內容對應嘅紀念蓋章。方濟會楊嚴修士就話，參加者可以從維立大廈開始朝聖，再分別去到方濟會院同聖文德堂，聆聽聖方濟歸依同信仰嘅經歷。佢期盼參加者能夠透過朝聖活動反思聖人嘅精神與德行，進一步去愛耶穌基督。教友當日前往方濟會聖堂朝聖，表明棄絕對罪惡嘅依戀，會履行善功、善領聖體、辦領告解及為教宗嘅意向祈禱，方能獲得大赦。以紀念會祖逝世800週年及慶祝聖方濟特殊禧年，該會亦都舉辦多項活動，例如喺8月中舉辦嘅以氣候變化為題嘅論壇活動，希望教友思考喺祈禱以外，亦都以行動與受造界修和，反思自己嘅角色同責任。喺8月2號活動中，喺聖文德堂以朝拜聖體及晚禱作結。方濟會李浩朗執事喺講道當中提到，聖方濟喺意大利寶尊地天使之聖瑪利亞聆聽天主嘅召叫，創立咗小兄弟會，籌備呢個偕良會，創造在俗嘅第三會，並最終喺呢度結束佢嘅人世旅程。咁聖體紀念日同我哋有咩關係呢？李執事就提醒教友，明認自己就係天主嘅殿宇，要喺朝聖旅途當中不斷省察悔改，度補贖嘅生活。另外，有人話，年輕嘅方濟亦都係曾經迷惘，但天主亦都仍然召叫佢可以成為聖人，你同我亦都可以成為聖人。呢一句，李執事特別提醒教友，當罪過得到赦免之後，應該要盡力去回應天主嘅愛，以愛的行動關顧弱小嘅兄弟姊妹，喺世上建立天國。楊嚴修士講述聖方濟喺寶尊地天使之聖瑪利亞堂睇到耶穌由聖母嘅陪伴住，話俾佢為咗到達聖地朝聖，以求全大世界教友嘅人身安全。到呢個堂嘅朝聖者等同到聖地朝聖，可以得到全大赦。並要聖方濟請求時任教宗何洛略三世頒布呢個特恩。教宗最後定喺每年嘅8月2號喺寶尊地天使之聖瑪利亞堂朝聖，就可以獲得全大赦嘅特恩。轉睇下啦，住房咧唔單止係商品或者資產啊，更係社會嘅基石。人都應該有一個家，培養家庭，建立關係，並能夠參與社群。聖座常駐聯合國觀察員代表麥菲蒙籍喺7月28號喺新城市議程大會發表聲明，指出必須正視無家者嘅問題，先能夠建立以人性尊嚴
以公益為本嘅永續城市。代表團引用咗教宗良14世嘅偉大的人類通諭中嘅教導，提醒真正嘅人類發展必須以人為中心，呼籲各國應該投放資源喺負擔住房及整合社會嘅服務當中。聲明指出，無家者唔單止係缺乏住所，更係剝削咗安全、穩定、隱私同歸屬感，並阻礙咗基本嘅人權。城市嘅顯量標準唔在於建築物高度同經濟壓力，而喺能否喺所有人嘅繁盛、參與社會及促進公益，並能有效回應貧困、不平等與環境嘅破壞。聖伯多祿廣場嘅沐浴服務正係一個具體嘅例子，能夠讓貧困無家者重新被看見。自2015年起，普世使徒會嘅波蘭籍修女阿納喺嗰個柱廊入邊提供一個淋浴、剃鬚同埋食物，讓佢哋重拾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佢強調最重要嘅唔單止係物資嘅援助，更係要歸還佢哋失去嘅尊嚴。對呢啲人士嚟講，即使流浪街頭，佢哋仍然揾到生命嘅意義。阿納修女唔單止陪伴佢哋度日常生活，更加邀請佢哋祈禱、默想聖言同參與感恩聖祭，讓佢哋再次發現自己作為天主子女嘅尊嚴。教宗良14世喺7月29號元理受讚頌莊園參與和平讚歌祈禱活動之後，接受媒體嘅訪問。佢話欣賞到美國自由嘅精神同對他人嘅接納，並提醒眾人更要重新發現作為人嘅價值，承認彼此皆為兄弟姊妹，先至可以共建構一個愛同和平、追求和平並喺差異中彼此接納嘅社會。講到移民嘅挑戰嘅時候，佢非常關注早前有幾萬名由摩洛哥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丘特嘅悲慘處境。教宗話：我持續憂心咁樣悔中咁樣關注丘特嘅危急嘅處境，藉住非洲之母嘅轉求懇求天主，願佢籌出和平、穩定且公正嘅解決之道。佢勸勉眾人要懷抱希望，並尋求守法有序嘅生活方式，人先至必須學習喺和平中生活，同時擁有勇氣與希望。呢個係真正能夠幫助所有人嘅力量。紐約嘅會議廳、聖伯多祿廣場嘅柱廊、元理受讚頌狀元嘅歌聲，3個場景都係反映住同一個訊息：家園、自由與尊嚴。聖座代表呼籲城市要看見無家者嘅需要。修女阿納喺日常生活服務當中睇到最脆弱嘅人重視被輕見、被看見。教宗良14世就提醒世界要讓移民睇見、看見希望，都在為將天主嘅愛德活喺日常生活中共同努力。天主返嚟本港，天主教香港教區自2024年成立嘅教區兒童牧民發展小組，一年透過一連串嘅培育活動，幫助兒童成為希望大使，將愛與希望傳遍社會每個角落。小組原定喺8月2號舉辦希望的旅程聖安德肋堂朝聖夏日親子活動及培育，因為黃色暴雨警告而取消。小組召集人金寶維副主教話：呢個涵蓋9個2025希年朝聖地嘅培育旅程已經接近尾聲，壓軸嘅活動係為10月前往堅島嘅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朝聖。金副主教話：兒童牧民同家庭係不可分割㗎。目前小組大約有30位希望大使。佢哋同家長定期參與舉辦嘅培育活動，佢期望藉住一系列嘅活動，讓兒童體悟到自身嘅使命，喺家庭同社會中傳播希望。繼2024年帶領嚟自8個總舵區嘅兒童代表
參加喺羅馬舉行嘅世界兒童節。金副主教同小組成員喺今年9月將會再次率領18位希望大使同家長前往意大利朝聖。佢哋原計劃參與羅馬舉行嘅第2屆世界兒童節，但係係活動早前宣布取消。金副主教話，原定3日會期活動嘅行程安排將改為參與星期3嘅教宗公開接見活動，並且去亞西西朝聖同埋聖伯多祿大殿嘅小堂內舉行彌撒。金副主教補充，曾經喺第一屆世界兒童節遠赴羅馬嘅家庭，至今仍然有定期相聚，而第一批兒童代表亦會將與即將出發嘅希望大使會面，暢談佢哋嘅寶貴朝聖經歷，彼此交流。睇下世青節食，睇下普世青年節嘅消息啦。2027年世界普世青年節將會喺2027年嘅8月3號到8月8號喺南韓嘅首都首爾舉行。主題係由先教宗方濟各選定嘅，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嚟自若望福音16章33節嘅記載。第時教宗亮14世會同幾十萬嚟自世界各地嘅青年聚首，呢個係繼1995年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世青節之後，第2次喺亞洲舉辦，亦都係第1次喺基督徒為少數嘅國家舉辦呢場盛會。距離世青節開幕剩返1年，籌委會已經全面展開工作，並計劃籌募大約3萬名志願者，其中一個係為中央志願者，2萬名為堂區志願者。世青節喺下半年重點工作包括推廣主題曲、推廣全球植樹行動、舉行國際籌辦會議，並且喺10月讓青年報名。首爾總主教兼籌委會主席鄭順澤就話：過去3年，我哋專注咁堅定基礎，未來1年將會完成籌備，迎接世界各地嘅青年。我哋會竭盡全力，使首爾普世青年節2027成為希望嘅慶典，並見證首爾嘅友誼與團結。世青節嘅官方主題曲由434份作品中選出，其中294份嚟自海外。獲選嘅作品 Confident Ego Vici Mandum 放心，我已戰勝世界，係由韓國作曲家金志允創作，將要喺8月3號喺 YouTube 頻道全球首播。同時，籌委會亦繼續推廣生命呼吸植樹運動，鼓勵青年喺各自國家植樹，並喺線上分享成果。呢個倡議係受先教宗方濟各願你受讚頌通諭啟發，致力於減低參與者嘅碳排放，並確保成果得以長遠嘅延續。首爾嘅世青節2027嘅標誌以韓國首都首爾嘅傳統書法呈現，你可以見到啦，係用서울呢個韓文嘅字體去寫嘅。咁優雅地咁樣寫咗個好幾何特色嘅韓文字母與英文咧結合嘅，並融入 WYD 3個字母。首爾與 WYD 嘅並置係展現住東西方和諧交融嘅期盼。聖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長法雷爾斯基強調，我再次要求全球嘅主教同埋青年牧民負責人與青年同行，共同邁向韓國首爾嘅世青節2027，並喺籌備過程當中善用各項資源，協助青年喺呢次朝聖為真正嘅信仰體驗，喺教會嘅共融當中與耶穌基督相遇。休息陣，轉頭返嚟有其他新聞。